我们向各位来介绍：只从柔处不从刚啊，只想好处不想坏啊，服务勤劳不退缩啊，谦和恭敬不埋怨啊，我们诚恳念佛不改变啊。这一章也是非常通俗的，很简单，容易明白、容易懂的内容。那么这一章师父要跟各位大家来探讨的，我们只从柔处不从刚，我们讲话要温柔啦，态度要委婉，千万不要太刚硬、刚强、顽劣，这个不好。我们温柔好好跟人家相处，不从刚，不要刚愎自用，这个千万不可以，你就交不到一个知心的朋友了。只想好处不想坏啊，我们跟人家交往就会想到说，别人一定有优点的，他一定有好的地方，我们就有欣赏他的好处，跟他多多学习。如果他做错了怎么样，那是他个人的因果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所以我们只要想到别人的好处，你讲话都会尊重，很有礼貌的对待大家，这样子跟人家容易和睦相处。服务勤劳不退缩啊！我们在做任何工作的时候，为大众奉献要非常勤劳，不要逃避，不要懒惰，不要懈怠，我永远不退缩，有一种勇于承担的精神，那么这个人就是大丈夫了。在服务，在做任何工作的时候，认真努力的去劳作，人家就容易相处，也欣赏你呢，非常赞叹你呢。所以不要退缩，谦和恭敬不埋怨，我们非常谦卑，和蔼可亲，对人都是恭敬心的，不是糟蹋别人或者藐视别人，不可以这样。我们非常的慈悲，一切都不埋怨，不管人家对你好对你不好，你也是要和蔼可亲的。你喜欢的人，你厌恶的人，实际上都是成就你的。如果你能够这样去想，你不埋怨，不怨天不怨人呢，那这样你的心地就非常平和，不起烦恼心，这个非常重要。诚恳念佛不改变啊，我们念佛一定要非常诚恳，真心诚意的，我们要表里一致。我知道我一念佛，佛要救度我，我如果不虔诚的话，很散漫，我们就觉得很对不起佛菩萨。佛用兆载永劫的时间来付出，舍身舍命，好不容易才完成这个名号的出现。今天他用名号把这个最好的礼物送给我们众生，我们顺他的愿，用一种感恩的心在念佛啊。如果你能秉持这个态度，那么佛非常欢喜。如果你能诚恳的念佛，永远都不改变，从现在到你往生，你不改变，不退缩，不换题目。如果你能够真的做到，我跟你保证，绝对往生，这一辈子你会得到大成就的。这一章很简单的道理，跟各位大家结这个缘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